全球利率週期是2026年資產配置最核心的宏觀變量，利率是所有資產定價的錨。聯儲局進入減息週期，歐洲央行與英倫銀行相繼跟進，全球貨幣政策正從緊縮轉向寬鬆，利率下行直接推升債券價格，固定收益資產迎來資本增值空間，收益率曲線的變化提供期限配置的策略機會。聯儲局減息削弱美元息差優勢，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份額持續提升，主要貨幣的相對強弱正被重估，股票市場出現板塊輪動，科技與成長股估值壓力緩解，金融板塊則面臨淨息差收窄的結構性挑戰。房地產與 REIT 是融資成本下降的直接受益者，按揭利率下調改善市場流動性，提升相關資產的投資吸引力。M 傳統金融資本與經濟學課程涵蓋股票、債券、外匯、宏觀政策與資產配置，助你建立系統性的投資分析框架。